我哋香港物理治療學會喺1963年成立，我哋喺1998年正式註冊，我哋喺1978年咧就正式加入咗世界物理治療聯盟 World Physiotherapy， 成為佢嘅正式會員。我哋嘅願景咧係打造一個團結同強大嘅物理治療社群。我哋不斷會提升翻物理治療專業嘅發展同埋知識，去造福呢個市民大眾。咁我哋會透過凝聚專業嘅力量，去團結翻唔同領域同埋範疇服務緊嘅物理治療師。咁我哋會不斷提升翻專業嘅發展，我哋會不斷主辦唔同嘅課程同埋醫療講座同埋醫療嘅學術會議，去提升翻專業嘅發展同埋知識。最後咧，我哋亦都咧要提升公眾嘅健康。我哋不遺餘力咧，透過唔同嘅講座同埋不同嘅社交媒體咧，提升翻公眾對物理治療嘅認識同埋了解，去助力呢個全民健康嘅。